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52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的标题“说文解字教你讲台语”。各位拢知，这个说文解字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的字典，内底的形声字占差不多有8成。这个说文解字有法度证明闽南语是上古汉语无？咱今日就要针对这个问题，大家讲清楚、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咱先来复习一下。伫第51集内底，咱有讲到一个转运规则，甲2个重点。咱先来讲这个转运规则，就是伊甲啊在互相转运，但是咱只有讨论入声字，其他的声调咱拢无去讲到。2个重点：第一，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但是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第二，伊甲有这2个音，叫做介音，介绍的介。这2个音，若毋是当作韵母来使用的时阵，会使讲是来无影去无踪。这集小张要用说文解字做基础，配合伊甲啊互相转运的这个规则来讨论别个声调的字。小张阁强调一遍，每一字拢有附说文解字的文献，毋是像某一位博士，伊拢讲方言这本册有法度改闽南语。但是遮侪年啊，讲来讲去，嘛是还在讲迄4、5条，实在是笑破人的嘴。小张这个人照品照行，有影无影，看了就知。一开始，咱就来讨论这个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树一闪也，将密4声。这个字上少就会使读4个声调，会使读作西、四、是、是。伫中国文册内底的记录。这个字会使读作字，嘛会使读作字，是毋是甲小张讲的同款？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声母安怎变化？咱来看小张这张表，就是字甲思这2个声母在互换。所以讲这个字就爱读作字，还是读作字？到底读什么声调？唔免用摇的，讲文甲咱讲甲真清楚，就爱读作上声。也就是好的声调，所以这个字就爱读作字。根据伊甲啊会使互相转运的原理，这个字转运了后，就会使读作纸。其中这个有的音，就像小张讲的同款，来无影去无踪。根据说文解字内底的记录，这个字就是爱读作字，也是读作纸。顺续讲一下，某一位博士讲这个字就爱读作卡，但是拢无啥物证据配搭。说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查无，就要用古早字才查有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宜啊、将托、至声，伫正字通内底有写甲真清楚。这3字是通用字，伫一文内底用想、死、切，所以这个字就要读作死。搁一摆，形声字的韵母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咱来看这张表，就是字甲思这2个声母在互换。声母互换了后，这个字的文音就要读作死。根据伊甲啊会使互相转运的原理，这个字的白话音就要读作煞。当然，这内底阁有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有。这字煞安怎用法？千煞、煞位拢用这字煞。拄正咱讲的迄字纸，甲这字煞。敢若小张有法度解说互你听，这2个音确实就是根据说文解字的记录来的，证明闽南语确实是古音，但是有经过转运。搁说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同款是咱开嘴合喙，逐工会去讲到的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实、水呀、将实、屁声，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屁，第3调的屁。伊甲啊互相转运了后，同款阁加一个有，就爱读作破，第3调的破。伫中国文册内底有另外一个记录，这个字就会使读作破，第3调的破。这是中国汉语的音。某一位博士毋是讲啥物语言3000年不变，是安怎这个字就变？敢毋免出来背会好清楚？伫闽南语内底，破甲破这2个音，咱拢有在使用，其中。这个破的音，就是对说文解字记录的上古音来的，这就代表讲咱闽南语确实是上古汉语的音，但是有经过转运，是安怎就经过转运？
因为咱闽南语就是方言嘛。安怎讲是方言？请听小张慢慢说来。咱在讲的这个闽南语，其实就是咱的祖先去学雅言，去学中原正音，学了无成，学了失败，学了走正去的上古汉语，所以毋才讲是方言。小张来举一个例，互你听，你就会了解。各位一定捌听过日本人讲英语，这个字英语读作 back， 日本人拢读作 baku， 这个课就变作 ku。讲较歹听咧，就是发音无标准嘛；讲较好听咧，就是号做转韵，就是号做文白音之差嘛。这个音发袂准，日本人都毋是故意的嘛。安怎讲？因为因本来就有原本的讲话方式、发音的习惯，甲无共款的腔口。咱的祖先嘛是共款啊，所以讲咱的闽南语就是走正去的雅言，就是无标准的中原正音嘛。事实就是安尼嘛。但是小张较厚面皮，走正去的雅言，无标准的中原正音，小张就甲讲是转韵，是文白音之差。好你加在有这个文白音之差，咱才有法度去找到正字。这个话安怎讲？咱继续甲看落。咱即马较厚面皮咧，咱假设 back 就是文音 ，baku 就是白话音，文白音之间就是 k 甲 ku 的转韵。知影这个转韵规则有啥物好处？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这个字的标准音也就是文音，咱拢知，就是爱读作 black。根据咱拄则讲过的转韵规则，白话音就爱读作 blaku， 文白之间就是 k 甲 ku 在互相转韵。有道理。小张，咱若是知影白话音，是毋是会使用同一个原理，甲缩倒转去去找文音？当然啊。当然会使啊！咱即马就来举例说明。咱若是听到日本人讲 traku， 咱就会使用转韵规则，甲缩倒转去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文音，也就是标准音，读作 truck。这个 truck 当然就是正字嘛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举这三个例，绝对毋是对日本人不敬。咱台湾人的发音嘛无影得偌好啦，希望各位莫甲小张误会哈。小张听起来是真有道理。但是这套敢真正会用哩？会用哩袂用哩，都毋是用讲的。咱来甲试看卖咧，就知嘛。小张已经讲过几落摆啊，真金不怕火炼嘛。咱用这字大家拢熟悉的字来做说明。这个字安怎用法？饭粒、一粒西瓜，拢用这字粒。这个粒就是白话音。这个伊是介音，咱拄则已经解说过啊，咱免甲插，直接来看重点。伊甲啊会使互相转韵，转韵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文音，读作粒。你想这个字的文音是毋是读作粒？咱来公布答案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深夜这个字嘛会使读作闪，将米粒声，是毋是甲小张讲的同款？这个粒的声才是正港的上古音，正港的标准音。咱继续来讨论一字共声符的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喙啊，将手粒声，正港的上古音就爱读作粒，走正去的上古音就会使读作粒。这个粒，咱就讲号做白话音。这个字敢有影会使读作粒？咱来看汉典安怎记录，粒的音就记录伫遮。搁一摆证明小张这套确实是正办的。咱即马来讨论一个搁较要紧的问题：这个字。不管是读作粒也好，读作粒也罢，伫先前两项的范围内出现袂少摆，但是伫咱闽南语内底无使用这字嘛，这代表啥？这就代表咱的祖先闽南语的使用者，虽然真认真学这个雅言，学这个中原正音，但是学无牢嘛，咱对无着阵嘛。人普通话的祖先就对有着阵。但是这个普通话内底无入声，所以因拢甲读作拉。咱话讲倒转来，咱闽南语的祖先，若毋是用这字拉，无咱是用倒一字？咱闽南语的使用者用的就是这个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手立也，将手有声，这个字就爱读作有。小张要过来强调一遍，韵母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变化，较有弹性。这字有就是咱正港的闽南语用字。
这个字来到中古时期，意思甲音拢有产生变化。伫中古文册内底记录，这个字就爱读作拗，第二条的拗，意思节夜。但是这毋是咱这集要来讨论的重点，所以咱先按下不表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伫这集内底，咱延续第51集内底讨论的一对会使互相转运的韵母，就是这对 E 甲 R 会使互相转运。第二，咱嘛有讨论到说文解字内底的形声字。你若是伫说文解字内底看到将母、母声这个写法，就代表这个字就是正版的形声字。这种的形声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占差不多有8成。第三，小张认为闽南语是学了走正去的雅言，是无标准的中原正音。种种的证据伫小张的节目内底已经交代甲真清楚啊。若是真正要讲，敢若会使讲闽南语就是上古方言。这个部分，各位若是有无同款的想法，欢迎发表意见，咱大家会使来讨论。第四，小张使用说文解字作为基础，配合 E 甲 R 互相转运的规则，就可以得到闽南语的白话音。小张虽然有举例说明，但是也未讲完，咱后一集接着继续讲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。拜拜。